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樂巨人嘅創辦人 Timothy。今日好開心啦，我哋係第2年參加呢一個 Rethink 呢一個展覽喎。但係今年我哋有少少唔同，我哋係商界環保協會嘅其中一個成員喎。咁我哋今次好開心啦，現場仲有地鐵啦、美心啦，一啲好大嘅 HSBC 啊等等嘅客戶咧，等等嘅大嘅企業咧，同我哋一齊參展喎。咁其實我哋個目的係咩啊？我哋就係要同大眾去宣揚、去推廣我哋一啲環保嘅潔淨嘅方案啦。因為我哋今次所主打嘅產品就係一啲嘅環保嘅清潔系列啦，包括環保起積啊、環保化油啊、環保起毛啊、環保消毒等等嘅。咁因為呢樣嘢比較容易俾人哋疏忽嘅，所以我哋今次咧就再一次引起大家嘅興趣同埋注意，點樣可以喺日常之中，你屋企又得，公司又得，都可以一齊為個地球減少環境荷爾蒙、減少 chemical。